多謝大家繼續收睇收聽西華三寶。依家係5月28日星期三下晝2點07分。距離今晚頭場開跑呢，就大概仲有4個半鐘頭。咁啊，時間唔多嘅情況底下，就同大家分析今日嘅第二口三寶，即係最後3場。第8、第9場我就揀選咗可以精簡同大家講我嘅心水。咁啊，第7場我自己就未睇過嘅。咁啊，點揀好呢？逐隻望望啦。咁啊，盡快啦，好嘛？時間冇多啊。第7場呢，即係三寶嘅頭關，由第3班馬跑呢個1650米，出馬10隻啫。咁我再睇翻依家外邊嘅天氣，大家都知道西華哥住喺大埔，出邊個地下就乾爽，但係開始天陰，又冇乜風，呢場雨呢，落得成都滂沱大雨啊！有風嘅雨呢就會細啲，冇風嘅雨呢就又綿又密又大。咁啊，大家留意下，睇下幾時啊落得着啦呢場雨。咁啊，估計去到第7場，無論你點都好呢，都應該落緊雨噶啦。咁啊，揀翻啲識游水嘅馬，好似就會好啲。咁啊，先睇睇隻10號馬，叫做爆得美麗，64分，上場初出，有冇追捧飛啊？係冇啊，67倍啊，結果跑尾二，仲要輸成12個身位。咁啊，匆匆相隔咗3個星期再上陣，有冇機會嚟個大變身？機會應該就不大，因為上場全程喺個尾。如果今場佢又放頭走，咁都幾難有說服力。所以今場呢，再睇翻馬主啊，叫做美麗一族團體養過啲咩馬呢？美麗之光、美麗天使、終身美麗、美麗滿載。咁啊，依家現役有同樣美麗、無限美麗。咁啊，呢隻叫做爆得美麗。整體嚟講，養馬運都係麻麻地，成就最高，似乎係暫時嚟睇呢，似乎係無限美麗。咁啊，其餘嗰啲都比較水皮。咁所以呢隻爆得美麗呢，咁啊留翻下個馬季啦，再觀察都未遲。好啦，9號馬叫做海明神驅，嚟自沈集成馬房梁家俊騎個輕磅119磅。咁海明神驅呢，今場嘅配備啊，帶呢個羊毛面箍。咁啊，幾時幫佢帶嘅呢？就第3仗。咁啊，沿用至今啦。咁啊，由2班起步82分，咁啊跑2場就降落嚟3班，由3班80分高位，依家落到64分低位啦。咁你再睇翻近幾場呢，佢泥地1650同埋呢個谷草1600、1800跑到2200，咁啊梅花間竹呢，就又跑泥地，就又跑谷草。到底呢隻馬係泥地馬定係谷草馬？咁我會咁睇嘅。咁佢喺上場呢，就跑泥地1650，係佢跑3場泥地之中呢，而上場係輸得最接近嘅。我假設佢跑泥地係搏減分，特登幫隻馬跑多啲、跑密啲嚟到減分，搏出擊。咁變咗呢，佢上場泥地，我當佢係唔適合嘅泥地，都能夠追近，證明呢隻海明神驅嚟到季尾嗰個狀態已經提升到一個可以有能力同你搏命嘅狀態。即係泥地明明唔啱跑，都能夠跑近，即係火噴噴。泥地啱追，證明呢隻馬識游水。近2次3次跑谷草都遇上好地至快地，快地打咗折扣，腍腍地嘅地就啱呢隻巴西4歲馬嚟到出擊啦。狀態起得好，變化地又啱玩，咁啊啱晒數啦。家俊仔又未騎過，咁啊火燒都唔熱，隔夜賠率好似有成唔知10倍定12倍，咁啊啱晒數啦。1000磅體重嘅馬孭輕磅係咪好過減分落4班孭重磅啊？今場應該到訂噶啦。留意9號海明神驅。好啦，跟住8號馬叫做超開心，排個4檔，配上中逆禮減3磅，實際副磅116，副磅係輕飄飄啊。咁啊，點睇呢隻超開心嘅機會呢？愛爾蘭3歲馬跑咗4場，頭2場
30幾倍跑1200，跟住越跑越長，賠率亦都越嚟越爛。咁幕後都冇擺錢落去，咁暫時都無謂睇住，睇呢隻馬跑近啦，再留意都未遲。好啦，跟住7號建測群英，建測群英呢6歲啊，咁叫做呢喺上個馬季一贏就4場，由4班上到3班。今個馬季季初搏2場就跑第2都唔得，季中呢幫佢回一回氣，嚟到呢減翻落65分嘅低位呢，又係時候用得着啦。點解又係時候用得着啊？大衛希斯似乎就唔放棄，仲想爭冠軍，但係咪咁容易呢？ head 住你5場6場，你有貨，賽神仙一樣有貨 head 住5場6場呢，都幾難追嘅。其實只不過你追近啲，幫呢個香港賽馬會製造一個話題嘅啫。咁我自己就唔會追啦。建測群英似乎呢都係位置居多，冇乜冠軍相。我哋買三寶係買跑第一，唔係買隻馬呢希望佢跑3、4，就係咁啦。6號叫做聖意。如果呢隻馬呢，三寶要定唔要啊？你睇下佢2位爛出頭，上陣17場，只係得到1場頭馬，5個第2，3個第3名。正常嚟講，應該係第一時間飛咗佢。睇翻呢隻馬，好似就冇乜變化地嘅數據，但係唯一呢，你睇睇2月12日當日呢就跑泥地，佢加上跑濕萬泥，即係落咗雨嘅泥地，佢又跑翻個第2喎。另外嗰3場泥地，佢又跑位置喎。咁證明呢隻馬呢，落住雨跑呢個變化地，應該係好啲。好啲呢，都應該要揀嘅，因為其他馬一旦跑變化地，打咗多少折扣嘅時候，咁代之而起就係呢隻難出頭嘅馬出頭之日。可能5號叫做非凡豪傑，近2場較為準成一 win， 狀態好，搏多你一鋪輸條頸。仲有冇第3鋪呢？我都係嗰句，佢4班落到59分反彈。上返嚟呢，狀態起咗，繼續搏咗啦，交代咗啦，搏多一鋪唔得啦。今場嘅機會呢，跑變化地啊嘛，近幾場跑好地至快地，叫做跑得好。今日有雨水啦，非凡豪傑可能又打咗多少折扣，似乎就冇乜冠軍相。好啦，4號銀樽，佢嘅跑法係靠一條直路撲上嚟贏。今日嘅變化地，對於呢隻留住衝一段嘅馬呢，就跑起上嚟應該會較為吃虧啊！好啦，跟住3號博望波，記唔記得較早之前喺呢嗰個叫做馬坤呢過嚟香港客串啦，就幫佢贏咗馬嗰場就好似有少少做世界啊！咁贏咗馬呢，你睇翻近3場表現都好曳嘅。唯獨是驚呢隻叫做博望波呢喺變化地會跑高啲。唯一驚就驚呢度嘅啫，因為佢嘅作戰經驗豐富，同埋識贏就係識贏。佢起碼叫做贏過3場，再對比翻聖意，只係贏得1場頭馬。博望波有個二檔，如果跑正常場地非凡豪傑嘅機會應該喺博望波之上，但係跑變化地呢，博望波可能又會揀得過。睇埋其餘嗰2隻，再進行第2輪篩選。2號叫做唯美主義，前1仗潘頓贏，但係贏起上嚟唔需要話贏到個半身位，點解要贏咁多？通常呢，我有個睇法嘅，如果隻馬係叻，贏起上嚟只需要點到即止，如山竹緊熟。僅贏半個身位，贏1/3個身位，甚至乎贏條頸。有咩好處呢？就係加分加得少，同埋隻馬唔需要喺最後末段騎到佢用到佢咁盡，用得盡會影響下一場嘅表現。如果佢係叻嘅，就點到即止贏，
唔需要話拼搏到要贏到個半身位咁多，所以呢隻馬應該就到達咗佢嘅嗰個賽馬生涯嘅盡頭啊！即係73分應該係最高分。咁今場佢個副榜係128，排3檔又跑變化地，我認為2號嘅機會應該係喺博望波之下。嗱，我估就咁估啦。1號獨角獸135磅，志雲大師減7磅。咁啊，志雲呢跑短鬥快都仲可以。如果要靠騎功嚟到追呢，你睇下獨角獸贏馬經手人係邊個？一個叫做布文，另一個何澤堯、莫雅。咁啊，班德麗，咁啊，大師兄楊明倫、黃志雲騎唔騎得喐呢隻獨角獸呢？我覺得就冇乜可能，仲要排過1檔，着數減7磅都冇着數，冇着數。好啦，總結第7場即係三寶嘅頭關，我第一隻會揀9號海明神區，第二隻我會揀6號聖意，第三隻揀博望波，咁啊揀3隻，咁啊1、2唔要，4後追唔要，非凡豪傑跑變化地唔要，檢測群英似乎3、3、4、4唔要，8同埋10。留翻下個馬季啦，都唔要，所以剩低落嚟就係9、6、3。咦，咁啊即係369上海賽館369啊！我嘅次序係963啊，記住啦。好啦，跟住第8場可以精簡最好，我揀咗第一選啦。嗱，戴個頭盔先，事先聲明要戴個頭盔，因為揀呢隻馬喺第一位係阿西華哥嘅情意結，咁啊同佢嘅真正實力係完全冇關係。記住啦，呢隻就係11，叫做時間寶。點解我會將佢擺喺第一？係感情嘅問題，因為呢隻馬呢，今個馬季我已經追過佢起碼3次，而1蚊都冇得收啊，1蚊都冇得收啊。因為呢隻馬上個馬季睇翻佢嘅往績。佢喺4班能夠1 win 4個第3名，咁又有啲速度。今個馬季喺59分高位起步呢，咁啊當佢啊初減分啦，咁啊減分減到咁上下嘅第3仗呢，你又擺入黃寶嚟減10磅跑呢個田草1004，咁我自己就老襯啦，黃寶嚟11檔放得出啊有啦，放唔出就冇啦，咁啊比較危險啦，咁啊輸一鋪啦，輸一鋪先啦。咁跟住麥道朗騎就跑田草1200，麥道朗田草1200，佢喺呢個路程贏過，咁梗係追啦。57蚊，咁啊又跌錢，咁啊跌咗錢呢，咁啊班德禮接手啊，班德禮係呢隻馬嘅經手人，贏馬嘅經手人，咁啊縮翻落真情翻跑翻1004，咁12倍咁好分5檔，咁啊繼續追啦，又跌錢，跟住跑1000直路，會唔會呢隻馬唔識轉彎啊？跑直路好啲啊？咁又輸一場，咁基本上時間寶我連續輸咗4鋪，咁啊輸咗4鋪我就收手啦，唔再追啦。但係呢隻馬呢，輾轉就幫佢步跑呢個泥地1650，向呢個中距離發展。咁啊跑泥地1650呢，放頭走，咁啊跑翻個人氣我取嘅第2，做出嘅時間其實 OK 嘅。你唔好以為佢輸俾頭馬3個幾身位，該仗跑第1叫做超加加，跑第2咪就係時間寶啦，跑第3幻影旋風，跑第4呢叫做論文。咁變咗呢，佢呢個第2水準啊可以嘅，咁但係再跑呢，佢又輸，唔緊要。咁啊泥地呢，可能呢隻馬就其實唔係好得。咁啊上場跑谷草1650，已經要留意啦。呢隻馬向中距離發展，點解今個馬季由季初跑到季中嗰個表現都唔得？可能呢隻馬呢，就根本就唔係短途馬，根本就係一隻中距離馬，所以連續跑咗幾場啦。咁啊跑翻谷草啦，遇上變化地啦。今場啊有個1檔啦，又即係贏馬經手人班德禮繼續騎啦。咁仲唔係搏，係等幾時啊？所以我要追多佢1鋪。如果今場呢，佢唔能夠跑入前3名呢，咁當然三寶又要跑第1啦。咁我自己嘅情意結就將佢擺第1位。咁啊配腳啊拖邊2隻呢，
一隻就3滿心星，一隻就4好好分，兩隻馬加埋時間寶就排個內檔啊！呢3隻馬都會擺前走，咁啊是但有一隻兩隻最終腳軟墮退，都仲有一隻叫糊，所以三寶嘅第二關呢，首選11，次選呢就係4，第三選呢就係3號滿心星，就係咁揀啦。總言之呢，立貼為證，時間寶今場如果佢都仲係三甲不入，就算下一個馬季佢落5班跑，我永遠都唔會再掂呢隻馬，同佢割席啊！好啦，跟住9場3班跑呢個1200米，我第一選會揀5號川河洞區，呢隻馬跑谷草1000、1200都得，騎得佢最好反而係巫顯東。不過巫顯東佢嘅減磅嘅優勢只得2磅，就不及志雲大師減7磅咁着數。咁啊，志雲接手上場啊跑1000，呢隻馬跑1000啊冇跑1200咁好啊，今場跑翻1200啦，應該就同你出擊搏殺。咁啊，第一選揀5啊，咁啊第二選呢揀隻3朝朝醒。不過呢隻馬似乎呢都盡準地㗎啦，似第2、第3名居多。咁啊第三選揀隻6進翼快車。如果呢隻馬跑第一呢，嗰個三寶啊好分好多啊。加埋第四選，留意下呢隻叫做首飾悟空。不過呢，佢唯一呢就係質素比較新，跑變化地呢會唔會突街？會唔會喺尾場首飾悟空嚟個大變身呢？咁如果正常場地呢，隻8我一定唔會揀佢嘅原因就係跑變化地，係驚呢隻馬落咗雨呢。原來哇隻馬咁高啊，咁所以先至揀埋佢嘅啫。咁所以呢，如果你想慳翻啲注馬，尾場呢，揀5、3、6 3隻就得啦。咁但係第8場呢，嗰3隻快放馬，我認為3隻都應該要揀嘅。咁所以頭關呢，我就3、6、9啊。咁跟住次關啊3隻啦，尾關又係3隻或者2隻嘅時候呢，2隻啊，揀邊2隻啊？就唔要朝朝醒，就反而川河洞區同埋搏隻好分啲嘅進翼快車就5、6，咁變咗3乘3啊9、9、2、1、9、2、1、18，咁啊18注。咁可能呢，你如果即係驚飛咗隻朝朝醒，點知朝朝醒跑第一喎？你三寶頭嗰2關中，尾關唔中，咁咪抌春，咁你自己考慮啦。咁啊最後補充埋最後一句，你想慳錢，最低消費係10蚊，頭關1隻，第2關揀1隻，尾關揀1隻，咁啊最低消費10蚊，咁啊慳翻好多成本。咁如果呢，每場都係3隻，嗰條數啊點計呢？頭關3隻，次關3隻，尾關3隻，係咁樣計。點解咁長氣啊？因為有啲觀眾朋友啊唔識玩，唔識計數啊。嗱，聽住3、3歸9，9、3就27，咁啊27注。咁你畫飛仔呢，或者即係用投注 Apps 撳掣呢，就撳4蚊，27注，27注買4蚊1注，咁啊4蚊乘27注呢，總數就係108蚊，明唔明啊？因為如果你不足10元啦1注呢，咁嗰條飛呢就要買滿100蚊，咁你27注乘以4蚊1注呢，咁你條飛就108蚊，108蚊啊多於100蚊呢，咁就可以接受，就係咁啦。咁啊，如果唔明都建議你去翻投注站問啲姐姐，我哋俾咗錢養佢噶嘛，佢係絕對要有責任要提供最好嘅服務俾我哋嘅，係我哋即係每年進貢嚟到養佢哋嘅，佢哋係要努力服務我哋噶，知唔知啊 ？OK， 咁啊下條片呢，就係下個星期3啦，咁啊今晚直播呢，就過嚟主頻道再見啦，拜拜。